长生第30年，虾仁亲眼目睹一名18岁的少年当街打死了40岁的壮汉，而他为了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活下去，竟赌上了全部身家，只为求得一份天牢的差事。见过小哥。什么事？麻烦小哥通报一声刘管事，我是东乡虾城宗的儿子。等着吧。进天牢当差后，我便能接触到各路的武学，即使没有先天五脉，我也可以凭借长生体质成为一代宗师。太太，请你进去。小子见过太太。虾城宗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小时候我还见过呢。您能记得小子，是小子的荣幸。侯府那边临时有差遣，我家老爷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。你不妨把困难告诉我。一样的。回禀太太，家父之前在天牢的差事已经被人顶替，而我却走不通门路，因此便只能厚颜求到刘管事和太太跟前，望您能看在家父的面上拉拔一把。我倒是什么事呢？不过天牢差役属于建业，你这大好儿郎想好了吗？世道艰难，虽说是建业，却也能安身立命，强过终日浑噩过日子。想的倒是明白，此事我会转告我家老爷。可曾定亲？未曾。是眼光太高？不曾立业，哪敢成家？都说成家立业，你怎么反过来了？刘管事知道他老婆这样吗？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。你倒是好心。我乏了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麻烦太太了，小子告辞。太太，这是虾仁送来的礼单。看来他此番是倾尽了全力。您准备帮他吗？秀娟，以往可曾有人抵挡本太太的功法？不曾，那些人个个仿佛色中恶鬼，不堪入目。可他偏偏面对我的功法不为所动，此子将来必非池中之物。你说我该不该帮他？傍晚时分，忙碌了一天的刘管事终于回到家中。老爷今儿回来的挺晚。府中那些个嘴碎的婆子，整日里胡说八道，传到了大老爷的耳中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喝杯茶消消气。老爷猜猜今儿谁来了？谁呀？虾城宗。就是那个脑子愚笨，在天牢当差的，老爷还记得吗？他死了好些年吧？他有个儿子叫虾仁，今日提着10两银子的礼登门了，说是想进天牢顶替他父亲的位置。那个位置早就让人占了吧？是呀，老爷您说这事要帮吗？这个虾仁如何？是个有上进心的人，不过他家早就和侯府出了五福。要我说，干脆就不帮，帮了他你也得不到好处。你都说他是个上进的人，不过一句话的事儿，帮就帮了。在天牢当差能有什么出息？万一哪天谁落难了，有他在里面，好歹有个照应。但侯府那边总得打声招呼吧？我可不乐意上二少奶奶那里奉承。就辛苦娘子走一趟吧，我们帮了虾家子弟，总得让侯府记住我们的好，不是？罢了，就依着你。数天之后，虾仁的差事便定了下来。见过许玉立。叫许叔就行，我和你爹可是手足兄弟。许叔，你爹的玉立位置早就被人占了，我虽有心帮忙，但人微言轻，实在是使不上力啊。好在你自己有门路。说的好听，我爹过世时怎么没见你到家里吊唁？
多谢许叔惦记，以后我就在狱卒的位置上踏实的干，还要请您多照顾。等小子领了俸禄，便请您吃酒。贤侄啊，你以后就跟我在丙字号牢房当差。卢大头，这是新来的小夏，以后你带着他一起巡视。大头哥，以后有事您尽管吩咐。这里面关押的都是汪洋大盗、江湖败类，我先带你巡视一遍。巡视最要紧的是检查人数，其次就是看有没有阴谋闹事的。这里面的人不太安分，要当心他们内外串通消息，一定不能大意。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辨死活。敢问大头哥怎么分辨死活？嘿，起来了，这就是活。虽说天牢里面死人很正常，但绝不能不明不白的死，得先让上官知道这个人快死了，懂了吗？多谢大头哥指点，小弟懂了。记住，那一间牢房每天都要仔细查看，不可懈怠。若是出了事，整个天牢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半个月转瞬即逝，这天虾仁被分配在了晚班。那群老油条狱卒趁着没人盯着，不是赌牌就是喝酒，只剩虾仁独自在丙字号大牢巡视。小哥，可是帮个忙，搞点酒菜来吃。哼，我给钱。为何是我？其他人都太他妈黑了，一壶酒竟然要老子10两银子。虽然老子有钱，但不甘心被那帮老油条宰杀。只要小哥价格便宜点，我绝无二话。我不要钱。那你是想要？我想习武。我观小哥体魄似乎没有武脉，在天牢当差，没点防身的本事，总归不太安心。我倒是有一门外练功法天雷功，最适合没有武脉的普通人。只是这门功夫有个极大的缺陷。什么缺陷？此法至刚至阳，必须燃烧气血才能修炼。练到第1层就要损伤1个月寿元，而若是练至9层，则至少会损伤5年寿元。只损害寿元，还有这好事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功法？其他功夫都要配合内功心法才有成效，可小哥没有武脉，无法修炼内功心法。那你先将天雷功交给我，明日我给你送上酒菜。烧鸡没有，卤肉将就着吃吧。他奶奶的，多久没喝过酒了？那帮黑心烂肠子的狱卒没个好东西，还是夏小哥你人好。天雷功要多长时间能入门？至少得7、8天，资质差一点10天半月也是有的。那我用了3个时辰就摸到了入门的门槛，这算什么？算天赋异禀。有没有内功心法？夏小哥，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因为有无数普通人和你一样，都不想只做一个拳脚师傅。难不成就没有天才突破武脉限制？没有，强行修炼寿不过30，严重者会直接爆体而亡。你的意思是有损寿元？何止啊，那简直就是拿命换功法，就算练成了也是没命享。那你有没有内功心法？有是有，但我若是给了你，就是在害你呀。我自有主张，你只管将内功心法交给我。拿到内功法门后，虾仁便趁着白天休息时修炼了起来。而没有武脉的虾仁刚开始便感觉五脏六腑被一股力量挤压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爆炸一般。好在只要有一口气在，长生道果转眼间便会修复好他的身体。1个月时间转瞬即逝，而虾仁这天值夜班时，却突然发现整个牢房安静的诡异。完了，出事了！这里明明是京城最森严的天牢，可夜晚值班的狱卒却只有1人。因为老油条们在将大门关好后，便聚在天牢门口赌起了牌局，将所有脏活累活都交给了愣头青虾仁。然而他在巡视时却惊讶地发现，长长的甬道内不仅安静的诡异，甚至就连被关押的犯人们也仿佛早就收到了风声，此刻竟然全部都在装死。出事了！
见状，虾仁长舒一口气，紧接着便用杂草盖住自己的身子。是鬼域门的人。恭迎堂主。这抢夺税银的重刑犯，竟然是鬼域门堂主。虾仁就这样装死了半个多时辰，直到确定没了危险，才起身匆匆奔向天牢门口。不行，若是我毫发无损的出去，肯定会死。当虾仁再次醒来后，才知道那晚值班的人除他之外，侥幸活下来的还有卢大头。因为当晚他早就输光了钱，所以便跑到了公事房里睡觉，躲过一劫。大头哥来了，快坐。看来你恢复的还不错。这几日天牢是什么情况？蒋玉成没了。没了？怎么没的？说是喝多了，掉河里淹死了，你信吗？既然拿了蒋玉成顶罪，那上面还会继续追究吗？接下来的事就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参与的了。衙门只表态，这是一场劫狱事件，从没说过鬼域门3个字，可为何堂堂鬼域门堂主要掩藏身份，扮作汪洋大盗打劫税银？怎么感觉这件事像是鬼域门的投名状？小夏，身体恢复的咋样？多谢许叔挂念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小夏，最近有人反映你不守规矩。许叔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听说你不仅给犯人带吃带喝的，还爱帮忙往外传递消息。乌巢脏活累活都是老子干了，结果还有小人在背后告状，真是一群黑心烂肠子的玩意。说说吧，这次劫狱和你有没有关系？许叔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肯定清楚。带吃带喝这件事，我不否认，大牢里的人都干过。但说我往外传递消息，我死也不认。我自然不信你能做出这种事情，但劫狱那晚只有你活下来，难免有人私下里唧唧歪歪。许叔，我是你的人，若是我犯了事，就是给你制造麻烦，这是有人试图通过我来攻击你啊。你近日最好低调一些，有什么事都及时告诉我，别擅作主张。我一定谨记许叔的教诲。好好休息吧，早点回天牢当差。几天后，虾仁回到天牢，却发现之前生龙活虎的罗敬天，此刻全身上下竟没有一块好肉。怎么了？我的案子判了，斩立决，家属流放西北。你之前不是说在外边找了人帮你跑关系吗？也不知道我的家人能不能活着达到西北。你组建黑帮杀人越货时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城外20里杨柳村的桂花树下，里面的东西全都给你，只求你保我家人平安离开京城。你为什么担心家人？不是有人帮你吗？答应我行吗？夏小哥，帮你的人就是害你的人。帮我！桂花树下有一本智大宗师经的功法，是我意外得到的，只可惜我至今都没能入门，而且据说这本功法还害死了不少人。我没骗你，真没骗你。次日一早，罗敬天便被砍了头，而虾仁则是等这场风波平息过后，才乔装打扮去杨柳村取回了树下的包裹。难道这是个隐藏的修仙世界？这字怎么这么晦涩难懂？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，难怪罗敬天一直都没能入门。算了，反正时间有的是，先将功法背下来再说。既然拿了人家的钱，那干脆好人做到底，找个打行的高手，将罗家人平安送到西北吧。
就他一个。娄老板放心，这是我们大行最顶尖的高手。万一对方人多的话，极品。2品武者就有此等实力了吗？哼，不是说3品吗？娄老板有所不知，你给的价钱就只有2品。再来几个1品，我怕人不够。这娄老板或许不太了解，如果2品武者都解决不了的事情，那1品武者就更没办法了。那就有劳了。娄老板放心，这一趟保证不会有问题。您以后有需要再来找我，我给您打个95折。打折就算了，你帮我找一门刀法，大陆货也可以。没问题，这门刀法不需要心法便可修炼，免费送给娄老板。多谢。世人都说天牢差役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剑业，殊不知这却是最赚钱的行当。因为这里关押的不是江洋大盗，就是身负重利的官员，所以狱卒们为了多捞点油水，一碗普通的白粥都被他们定价到了5两银子。而重刑犯们若是不肯出钱，便只能吃难以下咽的猪食。大哥，有吃的吗？找打饭的。打饭的都太他妈黑心，一顿饭要我30两银子，这和抢有啥区别？你可以选择不吃。妈，但凡天牢的吃食没那么恶心人，我也就忍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小哥，你帮帮我吧，我知道你收费比别人便宜。你看我像是要钱的人吗？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只求一口吃的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我要你的独门秘籍，你愿意给我吗？小哥，你似乎没有五脉吧？那是我的事，你就说愿不愿意吧。给了秘籍是不是就不用给钱？你宁愿舍弃秘籍，都不愿意给钱。那帮老油条恨不得榨干了我，就算我有金山银山也遭不住啊！而且你别看我好像搞了很多钱一样，像我这种人，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啊，所以根本没什么积蓄。你就不怕我拿了秘籍不办事？我信你，我就赌侠小哥你是个有原则的人。我不可能每天都给你送吃的，最多8天送一回，这期间你还要自己应付其他狱卒。妈的，这小子的心也是黑的。不过这个时候要是改口，他肯定得和着其他狱卒来收拾我。我愿意。那就说说吧，你的独家秘籍是什么？小哥认为，像我这样的采花贼，靠什么行走江湖？溜门撬锁。你说的那是小贼，像我这样的大盗，靠的是千变万化，扮人像人，扮鬼像鬼。你是说易容术？不错，但我这门易容术靠的不是外物，而是……受了伤，今不如昔。你这秘籍叫什么名字？千变万化，若是小哥能习得内功心法，方知妙用无穷。好，我要了。见此一幕，隔壁牢房另一个采花贼连忙上前：小哥，我已经被那帮人坑得没有钱了，过几日就要被砍头了。我把我的秘籍给你，您能不能叫我做个保死鬼？闯公主府采花，想不死都难。你的秘籍是什么？江湖中排名前10的轻功。这么厉害，那你怎么会被抓住？5品之下，勉强排进前10。行，过一会我给你带些酒肉过来。多谢小哥，这还有我的独家配方，也送给你了。我对那方面没兴趣。小哥放心，这个配方干净得很，不是用在那个事情上，属于杀人越货必备品。我不杀人，也不越货，有备无患。反正我要死了，这些独家配方跟我一起进了棺材，怪可惜的。行吧。天牢里果然个个都是人才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虾仁便是不断修炼在天牢收集的功法，然后隔三差五的拿上酒肉去私塾找先生，将自己背下来的升天录拆解，抽取其中的几个字分开问询。靠着这样的办法，他逐渐弄懂了升天录第1篇的意思。1个月后，上面派了一名1品武者空降玉城一职，这件事让许富贵心中气愤不已。他娘的，我们干一辈子狱吏，连个上进的机会都没有，那姓范的不就是多读了几年书，凭什么他就能当玉城？许叔喝多了，解酒。我没醉。小夏，你读过书，
想办法找侯府的关系，看能不能往别的衙门调。我现在挺好的。天牢是建业，别被银子蒙蔽了心眼。我们都是没办法，离开这里找不到其他出路。但你不一样。我怎么不一样？你最起码是和平江侯一个祖宗，真的，多找找关系，不要怕花钱，趁着年轻就是要往上搏。许叔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要不是看你实诚，我是不会跟你讲这些的。多谢许叔替我着想，我敬您一杯。姓范的屁都不懂，却能空降当御丞，我也觉着有点不公平。范玉成是一品武者，一品又怎么样？天牢不是6扇门的捕快，更不是锦衣卫的番子，不需要那么高的武力。这几日的天牢很热闹，一下子关进来几十号人，但原因却仅仅是打行拿钱替人消灾，奉命打群架，打出了人命。本来这种事情根本没资格关进天牢，可偏偏两方人马的背景都不简单，找关系找的6扇门头都大了，因此就全关进了天牢。而令虾仁没想到的是，这件事竟能改变他的命运。虾小哥啊，我等你好长时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家老爷请你去府里喝酒。刘管事怎么会请我喝酒？为何不能请你？你有什么疑问？见了我家老爷问他不就行啦？快随我走吧。难道是打架的事？小虾，上次你来我不在，错过了。今天你一定要好好陪我喝一杯。承蒙管事看得起我，帮了我好大的忙，我先敬您一杯。老爷，我当初就说虾小哥是虾家少有懂上进的人，没错吧？娘子的眼光自然错不了。酒过3巡后，刘管事终于说到了正事。小虾，今天叫你来是有一件事请你帮忙。管事您但说无妨。最近天牢关押了一批人，你替我照看照看，别让那些老油条糟践人。银子我管够。您说的是因为打架被关进天牢的2队人马？那群打行的人不用理会。天牢的手段你们随便招呼，招呼的好我另有银子，但那些庄客护卫你得帮我照顾好。管事斗胆问一句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在天牢既无人脉，也没有权势背景，您怎么会想到我？而且侯府怎么会和这帮打群架的庄客护卫扯上关系？哈哈哈，你刚才要是满口答应下来，我还真不敢把事情交给你办。你了解两帮人马打架的缘故吗？听说是城外一个柳姓地主出钱出力，组织人手开荒，用3年时间开垦了5000亩左右。可等到要丰收时，却突然冒出来一个吴地主，拿出地契，说那荒地是他家的。对，柳地主的靠山就是平江侯府，而吴地主背后则是朝中新贵江图，时任少府同城，专门替皇帝搞钱，急得皇帝宠幸，两方人马谁也不服谁，所以就干了起来。2尊神仙打架，给我一个小狱卒拉进局里了。江图势大，吴姓地主分明是仗着他的事强抢良田，就算说破天，这桩官司他也不占理。可为何官府还迟迟不判？因为案子已经捅到了刑部，大家都怕江图进谗言，毕竟他每天都能见到皇帝。形势如此，侯府为何还要选择硬扛？会不会因小失大？如果一般人遇见这种事，的确只能认命。可他江图招惹的可是侯府啊！若是侯府退步，以后还如何在勋贵中立足？这是侯府的意思。这桩案子并非侯府单打独斗，朝中恨不得江图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，只需时机一到，御史们就会动起来。皇帝对江图那般宠信，这桩案子说大不大，真能扳倒他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还年轻，不懂朝局。朝廷上的事从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漫长的斗争。不管输赢，该出手的时候就必须出手，这样下面的人才会坚定的追随。关照几个人倒是不难，只不过若是打行的人在天牢出事，会不会怀疑侯府？你的意思是？别的不怕，就怕宫里头想太多，怀疑侯府的手长了些，到时候江图再进谗言。之前是我看清了你，你年纪虽小，做事情却很谨慎。这样吧，打行的人你顺便照顾1、2，确保人不死就行。小子明白了。次日上班后，许富贵亲自下到牢房检查工作。一个江大人，一个平江侯府，两头我们都惹不起，大家打起精神多辛苦些。等这桩案子结了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徐老大，你给上面说一声啊。
别将所有人都关在丙字号大牢。我们丙字号大牢又不是丫鬟养的，凭啥好事轮不到，脏活累活全丢给我吗？就是给我们这群三脚猫功夫的人这么大担子，上面的关老爷是真不怕出事啊！少废话，上官的决定岂容你们质疑？好好给我当差，等案子结了，自有你们的好处。下人跟我来。小夏，你说范玉成是不是拿我杀鸡儆猴？许叔怎么会这么想？他把犯人安排在这里，不出事还好，一旦出事，他就可以借机治我的罪。许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柿子专捡软的捏。本来甲字号是关押犯官的地方，这回的案子就应该全关那边去，所以我是越琢磨越古怪。或许是张玉丽抢先一步，抢先跟范玉成亲近表了态度。有道理，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和他亲近一二？该表态的时候不能迟疑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弄银子。我们头准备跟你们要钱了，千万别吝啬，当心皮肉之苦。可我没钱了。就算世界也要搞一笔交上去。许玉丽要走关系，你们不出钱就是给他找不痛快，他不痛快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去刑房走一趟。闻言，与空空先生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将他压箱底的银子交了上去，而其他没交钱的犯人则是惨叫连连。次日，许富贵再来牢房的时候，脸上已经有了笑容，看样子亲近范玉成效果很好。时间又过了几日，平江侯府同江图的斗法终于有了进展。听说此案惊动了皇帝，御史们都趁机参了江图一本。参了什么？参他与民争利，草菅人命，贪腐枉法，败坏朝纲，阴煦大治。这也太过了，弄巧成拙。怎么就过了？现在满朝都在弹劾江图，眼看着他就要倒了，你怎么唱起了反调？参他阴煦大治，结果满朝文武都没跟他站一队，那不正说明他是无辜的吗？好像是这个道理。现在这个局面，人人对江图喊打喊杀，只会让皇帝更加信任江图，认定有人要害他，恐怕这一局侯府要输了。没想到你还懂朝局，不过这事和我们没关系，上面再怎么斗也不会影响天牢，但侯府若是输了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我跟侯府早就出了五福，就算是夷三族也轮不到我头上。然而令虾人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朝堂上就出现了反转。原本站队勋贵的人突然倒戈，竟然开始替着江图说话，甚至就连皇子都加入了其中。侯府那边还是有聪明人啊！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侯府赢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啊！我只是在想，侯府那边既然有智囊，为啥之前还会走出臭棋，差一点让江图得利？说不定人家这么做另有深意，我们不过是狱卒，好好当差，每月拿银子吃酒喝肉，旁的就别操心了。大头哥说的对，是我胡思乱想。下人，张万通他们准备对打刑的人动大刑，先捞一波钱，你看如何？许叔，万万不可财迷心窍，如今的局势看似很明朗，但毕竟没真正分出胜负。这个时候急着打钱，万一日后江图翻盘追究起此事，许叔和丙字号所有狱卒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真的认为江图还有翻盘的机会？朝中有谁比江图更懂讨皇帝欢心？江贵妃这个混号可不是乱叫的。如今皇帝越来越老，疑心病也越来越重，所以他不信任勋贵，也不信任亲儿子，只有江图这个没有背景来历的人才得到了他的青睐。小夏，以后许叔做事若是过于急躁，你要记得提醒我一声。只要许叔不嫌弃我多嘴就好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然而当许富贵按下搞钱的想法后，张万通却很是不服。小子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跪下，给张头磕3个头，看在你死鬼父亲的份上，这回就饶了你。我虾人这辈子只跪天地父母，你们想让我跪下还不够格。小人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依仗，平江侯府是不是你的本家，这一回你犯了众怒，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大度不再追究。我何错之有？张头何必同他废话？
打一顿，他才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不该做啊！话音落下，狱卒便举着水火棍冲向虾仁，可对方的速度在虾仁眼中却如3岁小孩般稚嫩，他随手一挡，便将对方甩飞了出去。这一幕瞬间将张万通吓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提醒你，你要是动了，我就是以下犯上。张班头说什么胡话？你找我切磋武艺，我打你2棍子很应该吧？你有话好好说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赔钱。行，我赔50两怎么样？成交。小子，过来让我看看。前辈，怎么了？你明明没有五脉，为何能修习上乘内功心法？而且看样子你的身体也很健康，古怪，真是古怪。你看得出来？你果然修习了上乘内功心法。你诈我？兵不厌诈，小子，没有五脉却能修习内功心法而不死的，你是第1人。敢问前辈几品？老夫刚进来时5品，现在嘛，约等于3品。那前辈能否看出我的深浅？看不透，你身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。什么样的功法竟然能遮掩？不知是长生道果还是升天路的缘故，竟然连3品武者都看不透我。终于有装逼的机会了。以前辈高深武学竟然都看不透，看来我的功法还是有独到之处。莫非你的内功心法是专门为你这样的普通人创作的？不对，若世上真有这种心法，老夫绝不可能没有听闻。所以不是功法的原因，而是你本身就有古怪。前辈莫要说笑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能有什么古怪？真有古怪，我就不会在天牢当狱卒了。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在天牢当差都做了什么，以微末利益套取他人的武功秘籍，这些日子收获想必很丰厚吧？公开透明的交易全靠你情我愿，何来套取？前辈说话着实过于难听。这天牢的犯人在你们面前就是待宰的牛羊，说什么你情我愿，本质上就是以势欺人。若是在外面，那些秘籍就算是看一眼，也要挖出你的一双招子。前辈此言差矣，此时此事又岂能用彼时来对比？而且就算没有我，大牢里的犯人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方能勉强活着。强词夺理，天牢律法具体之所在，又岂能拿外面的游戏规则来衡量？前辈，你迂腐了。老夫要杀了你！前辈何必同我置气？你见识广博，理应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之所以难受，是因为天牢处处都在吃人，而你偏偏是被吃的那个。你既知道天牢是在吃人，为何还要为虎作伥？我听你说话似是读过书的，你怎能如此堕落？前辈，我要吃饭啊！你读过书，哪里都能吃饭。可是我还想习武，你外面习武有多贵？而且像我这种没五脉的人，想入门派学高深武学，根本就是痴心妄想。但天牢却能满足我的奢望。你倒是实诚。前辈应该知道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诚信。你想让老夫拿秘籍换酒肉？也可以不用。你可知老夫是何人？又为何在这天牢深处多年无人理会？不知。下次带上酒肉，老夫跟你说个故事。闻言，虾仁迟疑了起来，毕竟知道的越多越危险。小子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从老夫这里套话吗？若是真有很多人，为什么这些年没一个人来审你？审？他们敢审吗？既然不敢，为何还让你活着？只有我生不如死，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啊！小子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夫当年冲号杀人魔。听到这3个字，虾仁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此人曾屠杀过数十个村子，是真正的恶贯满盈之人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
10年前你不就应该被千刀万剐了吗？这个你得问官府为何李代桃僵欺瞒世人，这其中有大秘密啊！小子，想立功吗？想升官吗？想，不过我可不傻，改日我会给你送来酒菜，就当是感谢你替我解惑。你以为你不听就逃得掉吗？只要我放出风声，你就绝活不到练成绝世武功的那天，甚至就连你身上的秘密也会被审出来。你敢威胁我？我只听过有人宁死也要保守秘密，还是头一次遇到强迫他人聆听秘密的人。前辈行事果然出人意料，眼下必须得好好哄住他，绝不能让他大嘴巴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弄死他。小子，老夫肯将秘密告诉你，你应该感到荣幸，而且你也不用怕，秘密只会保护你，绝不会害了你。前辈莫要哄骗我，你的秘密外面那么多人想知道，而我只是小小的狱卒，毫无也无自保之力，求您看在我还算恭敬的份上饶我一次，以后酒肉我包了。你不用怕，只要我活着你就死不了。可是您无品无者可得100寿数，纵然天牢的日子让老夫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老夫活到80、90岁还是不成问题的。真是个老不死的狗东西。如此甚好，那从今以后我可就盼着前辈能长命100岁了。你拿着功法秘籍却没有师傅指教，恐怕免不了谬误。以后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询问老夫，只要你听话，老夫就亏待不了你。前辈放心，小子有自知之明，明日就给您送来酒菜。如此甚好。下班之后，虾仁提着酒肉找到教他生僻字的杜夫子，而他先是请教了几个升天路上的字，然后又天南海北的瞎聊一通，等到对方喝得差不多了，才不经意间提起10多年前的杀人魔一事。这事你还真问对人了，真有这号人物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杀人魔的大名叫段天林，最开始他只是伙同乡间伙伴纵横乡里的泼皮，后来朝廷征兵，他就和伙伴们都进了军队，而且还当了武将。那他为何还会行屠村之举？他当兵之前说过一门很好的亲事，只是在军队接连升官，他认为女方已经配不上自己，于是便提出要求，让未婚妻自贬为妾，才会与对方成亲。这话直接让女方父母大怒，当场便退了亲事。可段天林得知后却羞愤不已，直接偷偷回到老家，将女方满门屠杀。然后呢？他被抓起来了吗？此事他做的隐秘，衙门一直都没有头绪。但他那几个兄弟一算时间就知道是他干的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，这是被暂时隐瞒了下来。不过他颇有心机，害怕这件事有一天会败露，所以在一次外出行动中，他算计几个兄弟一起干了件天怒人怨的事。屠村。整个村子323人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被他们屠戮殆尽。那几个兄弟直接被他绑在了一条船上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时常带人出营干一些杀人勾当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做的事情被上面知道了，就连他背后的靠山也不肯保他。于是他就借着打仗的机会诈死逃走，顺带还将他几个兄弟都给杀了。那后来他是怎么被抓住的？段天林诈死之后隐姓埋名，干起了杀人越货、打家劫舍的勾当。但他死性难改，竟然又带着人去屠村。这么丧心病狂，他又屠了几个村子？一开始被他得手了2回，直到第3回他才终于落进了陷阱。后来判了凌迟处死。行刑那天，夫子有去看吗？当时民愤很大，官府担心有民众闹事，因此便派兵将刑场围了起来，百姓只能在远处围观。段天林在军营多年，应该有很多袍泽。他被抓之后，没人替他说情吗？两人聊得正欢时，突然一声异响传来，让执房内的所有人瞬间停下了动作。什么声音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劫狱！有人硬闯天牢，赶紧拿家伙！狱卒们全懵了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碰见劫狱，
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而下人则是突然大吼一声，紧接着手持妖刀朝着甬道深处退去，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上天赐给他除掉段天林的机会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他的前方便出现了一名黑衣人。这是那个打行剑客的剑。黑衣人显然也认出了他，但二人对视3秒过后，便很有默契的互不干扰。为了避免冲突，虾人躲进了一间牢房内，暗中窥探。是不是姓宋的派你来杀我？10年了，他终于等不及了！哈哈哈哈！一条小臭虫也敢来杀老夫，找死！你又是谁？你，竟然是你！是他派你来的。知道就好，做事如此拖拉，还要本官来善后，要你何用？属下知罪，下次不要再犯错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头哥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一直都躲在牢房里。一开始看你小子冲那么忙，我还担心你小子不懂事呢。现在看来，总要做个样子。六扇门，这是谁来了？这么大阵仗？好像是左侍郎大人。有多少犯人被杀？启禀大人，有5名犯人被这群劫狱悍匪杀害，没有劫走一人。大人恕罪，13号牢房的犯人失踪，应该是被劫走了。什么来历？就是个无名小卒，不值一提。一个无名小卒能让人出动10几个江湖悍匪劫狱，你竟然和本官说不值一提，简直荒唐！你莫非是在遮掩真相？大人息怒，下官得知13号犯人被劫走后，已经第一时间翻阅了卷宗，但无论怎么看，都没能看出他有什么值得令人关注的地方，是下官无能，不能查明真相。废物！这是近30年来天牢首次发生如此恶劣又耸人听闻的劫狱事件。我不管你们背地里都干了什么，每个人都擦干净自己的屁股，若是查到谁的头上，就等着法办吧。许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妈的，我被你们害惨了！你们最好没有和外面串通，最好盼着6扇门能将那群悍匪抓回来，最好盼着自己的脖子够硬。许头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有人和外人串通一气吧？有没有你们自己最清楚，赶紧将屁股擦干净，别让人抓到把柄，被上面查出来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比起上面调查，虾人更害怕那个剑客会杀人灭口。然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3更时分，虾人明显感觉到家里多了一个人。他本想屏住呼吸，假装睡觉，可下一秒，醒了就起来。是那个剑客，我还有一线生机。要喝点水吗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如果要杀我，你早就动手了，犯不着同一个狱卒啰嗦。虽是狱卒，但你却有胆量谋害杀人魔。你别污蔑人，我是想放人出来救大家一命。都这个时候你还胡说八道，是真不怕死啊？毒药都被搜出来了，那老子的升天路不会也被搜出来了吧？我只是以防万一。听人说这些日子你没少照顾段天林。我是被逼的。他为什么逼你？虾人思虑了2秒钟，最终选择将所有事情全盘托出，唯独隐瞒了自己会内功心法。你哪来的自信？总得搏一搏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我不想一辈子被人威胁。胆子不小。这位大侠，看在我们合作过一次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？放心，这次不杀你，不过你要帮我做件事情。大侠请吩咐。我听说天牢少了个犯人，13号犯人，据说只是个无名小卒，因为得罪了贵人才被关进天牢，而且一进天牢就受了大刑，身上的伤一直没好，整天都趴在哪里。你真的相信13号犯人是无名小卒吗？案卷上的13号犯人的确没什么值得关注的。一个浑身是伤，没有医药，伤势数月不能痊愈，却一直没死的人，还不够值得关注吗？您的意思是他的功法很奇特？想办法打听清楚他的确切身份。您不是和那帮悍匪一起的？多嘴！大侠教训的是，有了线索直接送到打刑，只要你办成这件事，我保你性命无忧。送走了瘟神后，虾人躺在床上等了1个时辰，确定剑客不会去而复返后，他才匆匆地检查升天录以及其他功法是否被搜到，直到发现包裹完好无损后，他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剑客果然没有看出我修炼了内功心法，看来只要我不动武，就没人能看出我的深浅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虾人都在打听13号犯人的情况。2个月后，剑客再次找到了虾人。没想到你竟然擅长厨艺，总不能顿顿在外吃，太浪费钱。你怎么不讨个媳妇？等攒够钱再说。你帮罗家人，难道罗今天没给你钱？谁都不会嫌钱多。说说你收集到的线索吧。13号犯人是因为在酒楼同贵人起了冲突，所以才会被抓起来，而审问时又在他身上搜出大量财物，于是便按照盗窃罪投进了天牢。原本狱卒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，可是到最后4肢都断了，他也没掏1文钱。就这些？6扇门将13号牢房搜了个底朝天，就差将砖头一块块撬走，但却没查出一点有用的线索。还有就是他手上有老茧，显然是个习武之人，但他却并无武脉。你的意思是13号纯靠意志力熬过了那么多暗无天日的日子，还活着被人劫走？是的，除非他有隐脉，打钱的狱卒没看出来。隐脉者万中无一。究竟什么是隐脉？我问过很多人，但他们都没说清楚。所谓隐脉，就是表面看是个普通人，需5品以上武者帮忙打通隐脉，方可修炼高深武学。意思是隐脉是不通的武脉，5品以下都看不出来。你这么说也对，大部分武者都分辨不出隐脉和普通人的区别。那你分辨得出我有没有隐脉吗？我虽然不懂分辨，但我可以确定你没有隐脉。为何如此断定？上一次京城出现隐脉还是在10年前，由此可知隐脉何其罕见。那个隐脉现在怎么样？死了。隐脉一旦被发现，稷下学宫就会将其吸纳，之后就没有之后了。既然罕见，那为何要杀？隐脉能够隐藏修为，即便是宗师也看不出深浅，而且他们的修炼速度奇快无比。听闻这些，你首先想到的什么？天选之子。隐脉是天选的刺客，这类人只要活着1天，很多人都要寝食难安。那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隐脉？我只知道稷下学宫有办法测试。那13号犯人被劫走，会不会是因为上面已经确定他就是个隐脉？我不知道，这是需要你去确认。你不是认识？你是想说我认识官府的人，甚至怀疑我就是官府的鹰犬？我想你关系肯定比我广，上面的事情我真的打听不到，打听到隐脉还是顺耳听人聊了那么1、2句。你顺耳一听就听到了关键，不妨你再顺耳听听，确定一下消息的真实性。我真的不行。虾人，你似乎不清楚自己的处境。我尽力吧。这一天的晚上，虾人照常在天牢巡逻，而其他人则是觉得这么多晚上都无事发生，所以便顶着侥幸心理开启了赌局。可偏偏左侍郎后半夜带人来了个突然袭击，未能及时迎接大人，请大人恕罪。你是唯一在当差的那个。回禀大人，刚好轮到小的当差。早就听闻天牢管理混乱不堪，一干狱卒五毒俱全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进了天牢，都得被扒下一层皮。我呸！狱卒再坏哪里比得上当官的？动动嘴皮子，就是数十人、数百人，甚至数千人掉脑袋。大人英明，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尔等识朝廷俸禄，却在当差时间聚众赌博，将巡视大事只交给一个人当差，简直荒唐！尔等知罪吗？知罪，请大人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改正。而且据本官所知，今晚当差的人不止你们，至少有1半的人不在岗位上。此情此景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闻言，众人一身冷汗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孙侍郎下一秒会不会把他们全砍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虾人。本官之前听闻平江侯府有个族人在天牢当差，莫非就是你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这一支早在父亲那辈就和侯府出了5服。堂堂侯府后人，竟也沦落到做一名低贱的狱卒。不过你能恪守职责，很不错。谢大人。而这时，得到消息的许富贵和范玉成终于赶来了。不知大人深夜而来，还请恕罪。本官今儿是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故而来天牢查看，没想到正好撞上这帮狱卒聚赌。虽说天牢自有法度，但既然看见了，本官总不能无视。大人明鉴，牢因寒潮湿，狱卒都是普通人，长期在天牢当差，就怕身体扛不住，因此只要差事不出差错，一些不太规矩的事情都是允许的。范玉成说的有理，只是偌大的天牢仅有1人当差，似乎不合适吧？大人放心，此事下官一定严查。如此甚好，时辰不早了，本官先去13号牢房查案。下官陪着大人。不用，本官查案不喜有人在旁打扰。当孙道宁带着人离开了天牢后，范玉成转身就对着众人破口大骂，最后还是许富贵以每人50两银子的价格才勉强压制住对方的怒火。可即便如此，
范玉成也让许富贵做好要削掉几个人手的准备。待众人散去，他又单独找到虾仁。小虾，自从你来到天牢，从未迟到早退，而且今晚你是唯一一个在岗当差尽忠职守的人，好歹为天牢糊住了面子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小的只是恪守本分。不愧是虾家人，和那帮老油条相比就是不一样。听说你读过书，读过几年书，只可惜没读出来。本官也是读书多年，却不曾读出来科举一道难啊。但我被读书人志存高远，纵然考不了科举，也不能堕了志气。大人的教诲，小的铭记在心。甲字号出现了缺口，那边需要个读书识字的人，本官打算将你调去当差。你不乐意？不敢欺瞒大人，甲字号万玉丽同我有些过节。你是指万玉丽占了你父亲位置那件事？放心吧，本官已经问过万玉丽，你调过去他没有意见，而且他还说要给你一些补偿。妈的，老子吃不起饭时候咋不补偿老子？现在说这些虚话，摆明了就是想趁机收拾我。多谢大人给我机会，小的一定好好当差。你得罪范玉成了？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得罪姓万的？我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但他肯定记住你了。许叔的意思是万玉丽主动要的我？不管是不是他主动要的你，如今你落到他的手中，自己当心点。甲字号大牢关押的都是犯官，很容易出差错得罪人。总之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次日，虾仁刚到甲字号天牢，便被万玉丽叫到了公事房。见过万大人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干。范大人很看好你，正好我这还少一个班头，你就顶上吧。我当班头？大牢里那么多前辈，他们应该比我更合适。他们只是勉强认识几个字，而你却正经读过书，能一样吗？怎么，你是对我和范大人的决定有异议？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担心其他人不服气。那是你的事情，自己想办法，多用点心。这里可不是你随便放肆的地方，莫要将丙字号大牢的风气带过来。小的明白。你们都知道，因为聚众赌博一事，上面狠狠清理了一番天牢，不少人都被迫或是主动离开了天牢，能留下来的必然有过人之处。不知虾头有什么要求？没别的要求，不巡视的时候你们想做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是如果谁惹了麻烦，最好自己解决。大家挣点钱不容易，没理由为别人擦屁股。不过我能罩着你们的时候，也不会推辞。就这样，解散吧。虾头，一切照旧吗？还有什么事吗？之前赵头在的时候，曾收了一笔钱。他收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虾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赵头在的时候，收了一个工部范氏官员的银子，答应帮给家属递几句话。你的意思是要我过去递话？不，这件事麻烦的点在于钱只收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犯官还没给。如今万玉丽已经催了。甲字号大牢怎么分钱？大牢共有4个班，每个班负责一个区域，而凡人被关进哪个牢房，就归哪个班拿钱。其中4成上交万玉丽，3成入甲字号大牢公账，剩下3成则由我们私下里分，班头独拿1成。班头拿1成，上面没意见吗？因为甲字号大牢的犯人身份不一般，很多时候需要关照，而上面不想出面的时候，就需要班头居中上传下达。那就让犯官交出剩下的钱。那人说要把事情办妥才肯给钱，我就不信你们一堆老油条对付不了一个犯官。那个犯官的小姨子是东海王的小妾，据说极为得宠，所以我们没用手段。你们给我说实话，赵头之前到底承诺了什么事？当初赵头答应带人进来，至今还没把人带进来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他要见府上的管家，交代一些杂事。荒唐！这里是天牢，你们竟然答应犯人帮忙带人进来，上面知道你们这么干吗？您有所不知，上面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出事，上面不会追究的。万一出事呢？据我所知，今年甲字号大牢已经自杀了3个官员，那3个官员是自知难逃一死，提前解脱。其他班头也这么干？是的，您若不信可以打听一下。他犯的什么事？好像是贪污。你们之前收了多少钱？300两。赵头的钱拿了吗？赵头之前拿了20两。告诉他再加500两。虾头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是不是该讲信用？和犯人讲什么信用？600两是赵头的价钱，现在我的价钱就是800两，能认了他之前交的300两，已经很给面子。是，您说的对。以后把事情说清楚，像今天这种不清不楚的说辞，我以后不想听到。记住，现在我是你们的头。3人立刻将虾仁的要求管述给金大人，而对方听过后，立刻就答应了下来。第2日，
他们就将管家带入了天了，当面点清钱款后，便让其主仆交谈了一盏茶的时间。他们主仆可有传递物件？虾头放心，小的一直盯着，两人身体没有接触过。说了什么？你有听清楚吗？说得太小声，小的没听见。虾头是在担心什么吗？我打听了一下，姓金的案子是一起窝案，但他只不过是这起案子的线头，线的另一端牵扯了谁还不清楚。你们巡视的时候多留意姓金的情况。我不希望我的管辖内发生任何不正常的事情，尤其是畏罪自尽这类事。虾头多虑了，那姓金的惜命得很，仗着小姨子是东海王的宠妾，一直都很有信心能顺利出去。想出去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？陛下要炼丹，这会正缺银子花呢。果然没过几天，虾人就收到了金家被抄家的消息。金大人想开一些，你交了银子，只要上面没发话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虾头放心，老夫不会自尽。我信金大人。我家人怎么样啊？被监视中，暂时无碍。六扇门做事多少还是会留点余地。看来被关在天牢还是件好事。金大人能这样想就对了，毕竟我们天牢的狱卒做事还是有原则的。虾头和其他班头似乎不太一样，与光同尘方能长久，特立独行可是大忌。金大人认为我特立独行，总归和其他狱卒看起来不太一样。或许是因为我太年轻，所以比他们更精神些。你是否习武？练了2招假把式，糊弄人的。练武好啊，老夫当年就是吃不了练武的苦，才会选择走科举仕途，想当个清贵的读书人，却没想到最终身陷囹圄。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，就出去了。你是真怕我死在天牢，牵连到你？江图官复原职了，而且陛下又任命他为工部郎中，负责营造宫殿园子。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让你知道点外面的消息。江图只是一个姓晋之臣，书都没读过几本。但是江大人比谁都更得圣宠，更懂陛下的心意。那么，敢问虾头，陛下的心意是什么？自然是钱，上面已经半年没给天牢拨钱，全靠尔等捐助方能支撑。放心吧，一时半会儿老夫还没有想死的心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督察院右迁都御史于兆安被关进了天牢。说说吧，以前来了新的犯官，兆头都是怎么做的？回禀虾头，以前有了新犯人，兆头都会先去找万玉丽打听情况。除开万玉丽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如果想要避开万玉丽，小的倒是有个办法。说来听听。范玉成身边的李淑群，应该多多结交。以后你们有什么主意，大胆提出来，在我这里不存在祸从口出这种事情。是，那么于大人那里该如何安排？先按照规矩办，等我和李师爷沟通沟通，再决定要不要调整。当天晚上，虾人便花了大价钱请李师爷吃花酒，趁着对方神志不清，虾人也摸清了今天送来犯人的来历。原来于兆安是在早朝时抽风，竟指着老皇帝的鼻子大骂他沉迷炼丹修道，不管朝政，差点给老皇帝骂得气昏过去。于是他便将于兆安定了个包藏祸心之罪，甚至还要将他的案子搞成窝案，将一些不顺眼的官员一网打尽。但是督察院说什么也不希望这桩案子扩大化，于是两方人马便在暗中较上了劲儿。于大人住的还习惯吗？看来于大人住的还行，在天牢也能安之若素，不愧是继下学宫出来的官员。告诉打饭的，69号牢房先饿个几顿，只给烧水喝。虾头这么做合适吗？那可是稷下学宫。是啊，虾头，姓于的是4品右奔都御史，同窗同年同乡，遍布朝堂，而且他的夫人貌似和平江侯府是亲戚关系。你三思啊！稷下学宫的人最抱团，也最爱记仇。要是得知我们折入于兆安，问罪起来，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而且他家已经答应了要给800两银子，咱们收拾他有点不合规矩啊。那就暂时维持他的待遇。老夫听说督察院的于兆安被关了进来。跟你隔了几间牢房。莫要得罪此人。因为他是稷下学宫出来的，
于兆安和晋王殿下是师兄弟，他们师从一个师傅，而右相大人又是晋王殿下的岳父，懂了吧？权贵啊！何止权贵，伸手就到底吧。那怎么没见晋王殿下出力捞他出去？哼，你虽读了几年书，却不懂官场的明暗规则。纵然是亲王殿下捞人，也得讲究个实际，岂能全凭心意做事？那如果陛下不肯消气，又当如何？到时候于兆安不死也得死，死一个于兆安，保全所有人。这笔买卖，相信晋王殿下能够接受。听你这口气，似乎和于兆安有仇。哼，老夫这次进来，就是于兆安带头弹劾所致。上面怎么想的，竟然将你们二位关在一起？老夫若是能出去，第一个要弄的就是于兆安。你刚才还劝我不可得罪他，怎么换了你就那么冲动？老金啊，可不能意气用事，咱们是金贵的瓷器，犯不着跟他一个铁疙瘩碰撞。老夫有时也会想，与其做个金贵的瓷器，不如做个铁疙瘩，刀枪不入多好。就算要做铁疙瘩，也要等你出去了再说。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新年，如今的虾仁已经将《升天录》第1篇炼制得很圆满。虽然还没真正尝试过自己的功力，但与一名1品武者交手应该不在话下。而这期间，于兆安一直都没被提升，直到3月份，督察院御史才找他谈话。和两人交谈没有1炷香的时间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当对方走后，虾仁便来到金大人牢房请教，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疆土夜宿皇宫，御史们群起攻之。最近朝堂上最热闹的事情，非此事莫属。疆土疯了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夜宿皇宫的严重性？听说是陛下留他在宫中过夜，可事情闹大之后，陛下又不肯替他出面说话了。看来陛下也认为疆土有些风头过盛，需要敲打一番。金大人高见，那你分析分析，苏御史和于兆安争论了什么？无非就是放弃2字。要么于兆安放弃自己的理念，稷下学宫自有办法让他出去；要么就是打算放弃他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。那你说督察院会放弃于兆安吗？不好判断。如果上面没有动静，天牢要求维持于兆安的待遇，就说明督察院和稷下学宫要保他；反之，则是放弃他。和金大人聊完以后，虾仁又看似不经意地来到了于大人牢房前。你学的什么功夫？精进很快啊！啥玩意？难道被看出来了？于大人在说什么？小的不明白。哼，本官乃是3品武者，你以为你的小伎俩能躲过本官眼睛？在本官面前自作聪明，只会显得你像个小丑。是小的不识好歹了。后言问一句，大人如何看出我功夫精进？以前你脚步虚浮，一看就是学功夫不久的粗鄙武夫，而如今呼吸绵长且有规律，步履从容稳定，你武功精进远快于其他人。如果你有武脉，我相信你有机会进入5品境界。多谢于大人夸赞。不骄不躁，不错。纵观天牢的狱卒，个个粗鄙，酒色财气掏空身体，唯独你既不沾染赌博，喝酒也有节制，还懂得练武强健体魄。如此上进，只做个狱卒，倒是有些浪费了。狱卒这等建业不需多少本事，却要承受旁人难以承受的内心煎熬道德拷问，身体还要长期被阴寒潮湿的天牢侵害，所以总得有点收获吧。狱卒别无所求，唯有酒色财气方能配得上这些付出。本官真是小瞧你了，读过书？正经读过2年，只可惜没读出个名堂。只读过2年书，又如此年轻，却能说出这番道理，可见你资质颇为不错。若是本官能出去，你可愿意追随本官左右？没想到大人竟不嫌弃小的粗鄙，愿意给小的一个机会，小的感激不尽。只是小的暂无离开天牢的想法，只能谢过大人的好意。你竟然拒绝了本官！气急的于兆安当即气场全开，将虾仁压得单膝跪地。一瞬间，虾仁感觉肺都要爆炸了。然而他却一点都不敢动，一旦抵抗，他的秘密将无所遁形。这就是本官的怒火！不识好歹的狗东西，放着珍馐不要，偏要吃那糙粮。
是我给脸不要脸。但是于大人难道就不好奇，为何我不愿意跟随你左右吗？榆木珠子自然不是金镶玉。哼，因为我怕你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提携，你就想要杀我。试问我若是跟在你身边，将会怎样？与其赌你的良心，不如一开始就拒绝，好歹还能保住小命。我拒绝不是不知好歹，只是想活着而已。你，当狱卒有什么好的？你若是跟着本官，虽不敢保你前程多广大，至少地方上的官员都得将你当老爷伺候。小的没有大志向，只想过安稳生活。于兆安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前夫却突然匆匆跑来。瞎头，23号犯人死了。什么？人好好的为何会死？大家都不清楚。户部官员没背景没靠山，瞎头如果需要的话，小的去打听打听，究竟是谁动的手。怎么死的你看得出来吗？应该是先饿后撑死的。人为，你去打听打听到底有什么内情。虽然这里不是我们的辖区，但也不能做聋子瞎子，被人当猴子戏耍。次日，前夫便给下人带来了消息：杀鸡儆猴。正是。谁是猴子？27号牢房的犯人大理寺李少卿。谁让他们这么做的？打听不出来，大家只是按照吩咐做事。或许范玉成知道。我记得27号犯人是因为一桩衙门凶案进来的，应该也交了钱，为何还要杀鸡儆猴？当官的做事总是鬼鬼祟祟，瞎头也不必操心。既然经了范玉成的手，上面应该不会追究。然而虾仁却放心不下，专门来到金大人牢房请教。离那个姓李的远一点，当心丢了性命。这么严重？你得罪于赵安，无非就是他安将来出去后可能会为难你，但你沾染上姓李的，说不定哪天就悄无声息死在了家里头。为啥死？什么人置你于死地都不清楚。多谢金大人提醒，我知道了。你的案子一直都没消息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一二？我的案子我心里头早有估计，你就不用特意打听了。能出去吗？一切都是命数。老皇帝好大喜功，如今又有了贪财的毛病，天牢里面关押的人10之8九都出不去，除非像于兆安那般。你可知道天牢里关押最久的犯人关了多少年？较30年左右。人生能有几个30年？若是不走进官场，又何至于遭此劫难？时间转眼就到了夏天，可天气一热，天牢的味道就越发难闻。有的犯官受了刑，身上的伤口都生了蛆虫，而虾仁为了避免发生疫病，便吩咐狱卒请来医官替犯官清理伤口。可就这么个小小的举动，竟惹得万玉丽大发雷霆。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上面定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狱卒插手？天牢每一笔开销都有定数，谁准许你给犯官请医用药？你有请教过我这个狱吏吗？你是不是连狱卒都不想当了？启禀万狱吏，10天前我就打了以防疫病发生，请医官医治的报告。毕竟人死了事小，就怕牢里发生疫病。这里关押的虽说都是犯官，可保不准哪位大人日后能官复原职，未免发生不堪言的事，所以我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。你是在指责我不顾犯人死活，不顾狱卒死活，坐视天牢发生疫病吗？小的绝无此意。有没有你自己清楚。既然你不守规矩，我看这个班头你也不用当了。这老狐狸终于图穷匕现了，原来是一直找机会给我赶出天牢。哼，我问心无愧，万狱吏若是看不惯我，烦请将我调回丙字号大牢。真以为有范玉成支持你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，你等着瞧。下人一肚子火气地回到职房，几个狱卒都很担心，只是没人开口说话。毕竟比起以前的赵头、钱富贵，他们更愿意跟在虾仁手底下做事，因为虾仁讲规矩，不会胡乱差使人干私事，也不会贪没大家的银子。虾头要不要和李师爷喝喝酒？若是借此机会回到丙字号大牢，必定会被别人当成天牢的异类，以后的路就更难走了。今儿有死人吗？虾头放心，就是太太平平，幸亏您让医官来看了受刑的犯人。
下头，实在不行，万玉丽那边咱花点钱消灾。你们是不是都认为我俩的矛盾是用钱可以解决的，而是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？就算我说过去的事情我不计较，万玉丽她会相信吗？你们好生当差，不要因为我影响到你们自身。万玉丽想收拾我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几人离开后，下人思虑再三，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在甲字号大牢，因为他不能认输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若是这次真的低头，那他离被踢出天牢也不远了。于是下班之后，他便约李师爷喝起了花酒。放心吧，此次的事情，范大人也是赞同你的说法。这季节最易起疫病，是该小心防范。你放100个心，万玉丽想以此事赶走你，就是做梦。闻言，虾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下一秒，李师爷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虾人顿时明白，对方这是有话要同他交代。不知大人何故忧虑？天牢这地邪性得很，范大人虽说是御丞，可是大部分时候也是听从上面吩咐办事，颇有施展不开的感觉。小的愿意为范大人分忧。近日江南闹出了抗税大案，那些反贼竟然敢冲击衙门，原本势头已经被压了下去，却没想到少府的官员竟然多嘴，将事情捅到了陛下跟前。小子不懂师爷的意思。你可知这桩案子牵连到谁吗？小的愚钝，猜不出来。江图。江大人，他怎么会把手伸到那里？那可是朝中大佬的地盘啊！江图身为陛下跟前最得宠的朝臣，大把的人愿意走他的门路，他们在江南搞出案子是迟早的事情。敢问李师爷，此事和范大人有何关联？我又该怎么做？你可知27号牢房的犯人大理寺李少卿，正是此人。江南抗税案爆发，这里面或多或少还牵连着大理寺，懂了吧？之前杀鸡儆猴就是为了震慑李少卿，而如今江图又牵扯到抗税案中，难不成李少卿竟然是江大人的人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李少卿和江大人没关系，但是李大人曾在江南做官，做的还是御史。师爷的意思是让李大人对付江大人。你果然聪慧，这能行吗？2个八竿子扯不上的人，那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您想让我怎么做？若是要攀咬江图，就绕不过于赵安。这2人过去曾同朝为官，而且其中可能还牵扯到江南一地的官员，这桩案子难办啊！闻言，虾人立刻明白，这是想让李少卿独扛此事，拉着江图下台。可是小的并不擅长刑讯，也不擅长逼问。范大人有难处，咱们是不是该位上分忧？关键时刻你可不能糊涂啊！虾人此刻很想撂条子不干，明明只是当个狱卒，却干起了黑活。不知范大人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？孺子可教也。次日晚上，狱卒们都躲在纸坊耳视剧毒，虾人独自一人来到27号牢房门口。虾头大半夜不睡觉，站在老夫的牢门前做什么？李大人在天牢住的可好？吃的还习惯吗？还好。李大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前程未来？哪还有什么前程未来？能活着就不错了，比不上稷下学宫出来的官员。偶尔想一想也没事，机会就在眼前。竟然让你来做说客，上面是没人了吗？还是担心沾染上老夫的案子会惹来一身腥？两者皆有。真稀罕，按照你们天牢的套路，这回你该提我去刑罚，让我见识见识天牢最阴暗的一面，然后再威逼利诱达成目的。可你一个人站在牢门前又能做什么？无非就是赌一个机会，能不动刑最好不动。果然是新来的，不如其他狱卒做事老辣。江图倒不了，至少目前倒不了。他们让你做出头的船子，只是想多一份把握而已，不会将所有筹码都放在你身上，你还没有那般重要。这些话也是上面让你说的。谁让我说的不重要的？重要的是我站在你这边。我凭什么信你？
我只想完成任务，任务之外的事情我没兴趣了解。你是我的任务目标，我不希望自己的第一个任务是以血肉模糊作为结局。先礼后兵是我对你的尊重。下人目光直视对方，他也没指望自己一番话能打动对方，但是总得试一试。下头读过书，上过2年私塾，可惜了。你回去告诉上面的人，老夫可以交投名状，但是老夫不做给人抬轿子的事情，请给足好处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好处？你将我的话转告给吩咐你做事的人，他们自会明白。他真这么说？小的不敢欺瞒大人，李少卿就是这么说的。只要给足好处，他愿意按照吩咐办事，交上投名状。你认为他想要什么好处？这事得及时禀报上面，由上面拿主意。东翁只需按吩咐办事，可保无虞。范玉成点点头，他一个小小的玉成，根本没资格做出决策。老实当个工具人，拿到属于自己的好处，过个1、2年，顺利升官就行了。这次你做得很好，以一己之力就能说服李少卿配合。以后本官会多交代一些任务给你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多谢范大人提携，小的一定好好干。若是没别的吩咐，小的先告辞。去吧。下人微微躬身，退出了公事房。正要下班回家歇息，远远的就瞧见刘管事家的门房小厮刘小川靠在墙边，一副要搞事的样子。刘小哥今儿不当差，在这作甚？原来是小虾哥，今儿不当差吗？我这几天上夜班，还没当上差的时间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鬼鬼祟祟的。嘘，来了。只见前方路口一辆马车转进来，巷道两边突然跑出来10来个青皮，提着棍子就朝马车砸去。马车上的人跑出来是个年轻的俊俏公子，这位公子会一些拳脚功夫，夺过青皮手中的棍子，就和一帮青皮厮打起来。怎么回事？那个人得罪你了，特意堵着人家打？哪是得罪我，分明是得罪了二少奶奶。我这是奉命行事，替二少奶奶出气。你猜那人是谁？谁？大少奶奶娘家亲戚，前段时间从外地来京，就住在侯府。这小子仗着几分聪明，多管闲事，坏了二少奶奶的好事。二少奶奶气性大，这不吩咐我等教训这小子一顿，当心把人打坏了。放心吧，这小子学过功夫，打不坏。恰在此时，年轻公子怒吼一声：“巡城御史家的二公子在此，谁敢动手？”巡城御史官卑权势大，刘小川脑子一突突，巡城御史家的二公子为什么会在马车上？谢爷的什么时候和御史家的公子搞在了一起？就在刘小川愣神的功夫，马车里又钻出来一位年轻公子，捂着额头，哎呦哎呦叫唤。天子脚下，光天化日，竟然敢私劫马车，找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撤！刘小川经过提醒，呼吼一声跑得飞快，青皮们见他跑了，也跟着跑。我知道他们是谁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张兄没伤着吧？没有大碍。侠哥，还是你仗义，没有忘了我。吃吧，知道你在这里面吃不好睡不好，特意给你带的。没想到侯府第一个进天牢的人会是你。当初刘管事给天牢递话，让你进天牢当差，就曾说过，万一哪天侯府有人关进了天牢，好歹有个自己人照应。我也没想到这话这么快就应验了。刘管事不保你吗？你替二少奶奶办事，出了事，二少奶奶怎么不替你出头？事情闹大了呗，大少奶奶哭天喊地的，跑到老太太跟前寻死觅活，其中还有张御史家的二公子左右夹击，逼得老太太下了狠手，二少奶奶气得都躺下了。我一个下人只能进天牢住一段时间，什么时候事情了结，张御史消了气，我才能出去。刘小川连连叹气，他也是倒霉，本以为手到擒来的差事，谁能想到竟然会碰上张御史家的二公子，害得他住进了天牢。二少奶奶给你补偿了吗？哪有什么补偿，没将我打死，已经是格外开恩。我可怜你，办差不力，又不是你的原因。刘管事没替你打点天牢吗？我瞧着你牢房里连一张床板都没有，就一层稻草，这晚上怎么睡啊？你放心，刘管事不替你打点，我替你打点。一会我就跟这边的狱卒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多关照你。哥，你就是我亲哥。下人安抚好刘小川后，便下班回家歇歇。结果遇到马车堵门，
太太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叫人说一声就行，哪能劳太太亲自过来？怎么不欢迎我吗？哪能呢？太太是我请不来的贵客，我天天都盼着，哪成想今儿竟然成真了。太太若是不嫌弃，请进屋一叙。也好，我还没见过单身男人的屋子长什么样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，这屋子不便宜吧？还行，太太不说，我也知道，当初是你帮了忙，我才能进天牢当差。我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回报太太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如何回报？姐姐想要我怎么回报？好你个登徒子，太太不，既然叫姐，没少去青楼吧？那么姐姐乐意我这么叫你吗？小川进了天牢，一时半会出不来，还得靠小虾你关照一二。姐姐这话见外了，就是你不吩咐，这事我也会主动去做。这回大房和二房闹起来，大老爷作弊上官，二老爷想插手也得看张御史肯不肯给面子。我家老爷是个倒霉催的，受了牵连，夹在中间难做人，连带着我这几日也没休息好。姐姐宽心，事情迟早会解决。张御史脾气再大，权柄再大，也不能不给侯府面子。这事可难说，那帮御史最喜欢抓勋贵的错漏，安全没风险，还能刷一波名望。即便要刷名望，也得看看后果不是。张御史虽凶，堂堂侯府也有办法对付他。只要姓张的不想着扩大化，不要妄想踩在侯府的头上撒野，侯府也愿意给足他面子。原本这事该让姓叶的小子去办，可是姓叶的铁了心要替大少奶奶出头，一直拿腔拿调，好处不给够，不肯松口。姐姐的意思是，我家老爷得知于兆安关押在天牢，听说还是你的辖区，不如你帮忙带句话给于兆安。这事和于兆安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吗？于兆安同张御史一直不太对付。于兆安一个犯官，就算和张御史不对付，又能如何？最近张御史很活跃，带头弹劾疆土，积攒了好大的名声。这还不止他暗地里串联，希望督察院能率先放弃于兆安。于兆安可是稷下学宫出来的，背后还有晋王，他要是知道张御史在背后放冷箭，绝不会没半点反应。姐姐这点小事不会为难你吧？自然不会让你白帮忙。知道你痴迷武学，我特意命人寻来一本拳谱，想来对你有些帮助。话音一落，一本拳谱落在虾人的手中，很旧很残破，能明显看到岁月的痕迹，看到反复翻阅的用心认真。姐姐这份心意我很喜欢。事情若是办成，事后另有谢礼，如何？你可满意？满意归满意，你们又怎么确定于兆安会如你们的愿？于兆安被关进天牢小半年时间，还有多少影响力？你们会不会高估了他？尽人事听天命，若是于兆安走不通，再走其他路也不迟。不管事情成不成，该给你的谢礼不会少一分一毫。这下你能放心了吧？乔姐姐说的，就算没有谢礼，我也会尽可能的帮忙。好歹我也姓虾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侯府被张御史拿捏。侯府好不了，我们这些虾家后人岂能有好日子过？更何况还有姐姐在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虽说侯府不曾关照过你，但是你住在后巷，本身就意味着得到了侯府的庇佑，无需担心有人骚扰打劫。姐姐回去等消息吧。知道你辛苦了一夜，就不打扰了。太太这么卖力的奔波，莫非二少奶奶许诺了什么好处？也不瞒你，并非二少奶奶出面，这一次是二夫人的意思。二夫人吩咐下来，我和老爷自然要用心办事，尽快将这桩事情给平息了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刺激。你就不怕得罪大少奶奶？难道我什么都不做就能讨好大少奶奶吗？甘蔗没有两头甜，既然站了队，岂能中途退出？墙头草的下场通常都不太好。刘万世走后，第二日，虾人便来到了于兆安的牢房。于大人这些日子过得还好？本官好不好，虾头能不清楚？忠诚的张御史，于大人认识吗？怎么着？你得罪了姓张了？你惨了！姓张的罪是挨字必报。于大人也不遑多让，小心眼爱记仇，你和张御史一样的。下头，本官对你好不容易有所改观，你莫要逼迫本官同你翻脸。本官纵然身在天牢，对付你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只需一句话的功夫。于大人好不讲道理，你先嘲笑我，还不许我嘲笑回去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好生霸道。州官放火，百姓点灯。
你倒是会说话。讥讽人都学会了读书人文绉绉的毛病，书没白读啊。都是夫子教得好。既然你说本官小心也爱记仇，本官若是不记你一笔，岂不是白白担了这个无名？于大人何必同我一般见识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文曲星，犯不着低下高贵的头颅，俯视我这个小人物。你的目光应该盯着你的前方，那些同你平起平坐，甚至站得比你更高的人物，比如张御史。有点道理，说吧，张御史究竟怎么了你？实话同你说吧，最近张御史很高调，有人看不惯，还听说他正在鼓噪督察院放弃你，集中火力搞疆土。一句实话都没有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想要什么实话？谁让你带话？说来听听。说得好，本官也不介意被人当刀子使唤，反正本官看姓张的很不顺眼，有人收拾他，乐见其成。侯府最近同张御史闹了点矛盾，张御史又臭又硬，不肯松口将事情化解，侯府便想到了于大人你，希望你能出面化解一番。是想让本官出面将张御史一军吗？你先说说，侯府为何会同张御史闹矛盾？两边八竿子打不着，你别告诉我张御史无缘无故就要搞侯府。下人还是决定说实话，在这帮真学霸、聪明人面前耍小聪明毫无意义，反而用真诚的态度方有可能打动对方。于是他压低嗓门，小声将舍公子张二公子被打一事一一道来，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。当年大老爷摔下马，本官就知道侯府迟早会闹内讧，这不眼看着就闹了起来。你家和侯府早就出了五府，你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？侯府给了钱，而我喜欢钱。别人给钱你就要，本官给你机会，你却拒之门外，果然只配当狱卒，目光短浅。你回去告诉侯府，就说这宝是本官接了，本官愿意替侯府分忧。条件呢？条件得让侯府的人自己来谈，你不够资格，本官也想看看侯府有没有胆子走出这一步。虾仁觉着这事怕是有点为难，求于赵安是刘管事独自一人的决定，没有经过二老爷，更没有知会大老爷，只因为二夫人出面要求刘管事想办法平息此事，刘管事才走了这步棋。偏偏于赵安狮子大开口，要亲自问侯府要好处。反正让我传的话已经传到，后续的事情轮不到我来操心，该操心的人是刘管事，是二夫人。放心，我一定将话带给侯府。那个让你来找本官的大聪明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本官的脾气官场上的人都知道，敢让本官出面阴人的人，很敢想，就是不知道敢不敢做。过了2天，刘管事走了一趟天牢，见了于兆安，还特意选择虾仁不当差的时候。等虾仁得知此事，人家早就办完了事情。此事刚完，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错愕的消息：丙字号大牢的空空先生越狱了。抓不到人，交不了差。上面如果要我死，我死之前肯定会先将你们所有人带走，尤其是你卢大头张万通的死走了，你看你带的什么头？天天就知道赌。上面追究，我第一个拿你的脑袋记起。许头，还有2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就算要拿我记起，也得先度过眼前的难关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多少还有点用。有用个屁！你看你脑袋大屁股大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头，我真的有用，真的。李代桃僵绝对行。我行你祖宗。头，你听我说，空空那贼最擅长的就是易容，谁敢说自己见过空空小贼的真容？谁又敢说过去见到的空空小贼是真容是人？大家都知道空空小贼的易容术十分玄乎，根本就是一门奇特的功夫，无需外力就能易容。此事能搞？肯定能搞。如何瞒天过海？如何混过验明正身这一关？上官可不是好糊弄的。要是遇到一个较真的斩监官，一旦事发，你我都要掉脑袋，家里人都要受牵连，流放3000里。后日行刑可不止空空小贼一个犯人，全京城待斩的犯人没有100也有120个，咱们混一个在其中，在场的人又没人见过真正的空空小贼，谁能辨别其中真假？此事关键在于我们自己人必须守口如瓶。尔等意下如何？我们都听许头的。众狱卒为了保命，纷纷举手赞同卢大头的提议。此事你来办，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。需要多少银子？你报个数出来，大家凑一凑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全听许头的吩咐。主意是你的出的，你不干谁来干？你放心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，该你拿的银子只多不少。许头，不是小的不知道好歹，这是有点难办啊。这回你给我说难办，卢大头，你是故意找茬吗？之前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这个办法可行，老子答应了你，你又改口，怎么着？
看我老年昏花好欺负，你行不行？我第一个办了你。许头，这是银子好办，难的是从哪里找合适的人，必须得让对方心甘情愿闭嘴吧。万一找了个棒槌，临行的时候突然改口嚷嚷起来，那可不得了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干脆把人弄来后，直接用药毒哑算了。这是一个办法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个心甘情愿赴死的人。上哪里找心甘情愿赴死的人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但凡能活，谁想死？有软肋，有人质，有好处，这样的人还是能找到的。这事果然非你莫属，你赶紧去办，时间可不等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务必将事情办成。要多少银子，你尽管开口。先准备500两，多退少补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让大伙凑一凑，你可得抓紧，千万别耽误了正事，大家的脑袋可都系于你一身。许头放心，小的肯定完成任务。卢大头退下，却在大门口遇见了虾仁。怎么回事？空空先生真的越狱了？你听说了？莫非是真的？空空小贼怕死，利用易容术人不知鬼不觉地跑了出去，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。我要是抓住他，我将他扒皮抽筋不可。你上哪抓人？还有2天就要行刑。丙字号大佬有没有商量出解决的办法？此事我们会想办法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总之不会让事情不可收拾。办法，大头哥同我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想李代桃僵，瞒天过海？嘘，你这脑瓜子怎么长的？此事你知道就行，千万别说出去，这种事情说出口就不灵了。你们可真是……小虾哥，你和我们不同，这事你就当不知道行不行？丙字号大佬几十口人，脑袋全都系在我一身，我也不想，可是不这么做，大家都得死。你不会说出去吧？我不管你怎么做，别牵连无辜者，别强迫。是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想到了，京城不乏苦命人，我给足价钱，总有不怕死的。这事我就当不知道，我也会管好我手底下的狱卒，叫他们不许往外乱说。你赶紧去办事吧，别耽误了。临死前好歹给人家吃一顿包饭，存一点点良心没坏处。小虾哥放心，这些事情不用你吩咐，我们也会办好，定不会亏待了对方，一定选那心甘情愿的人。去吧。半夜3更，卢大头鬼鬼祟祟回到天牢，丙字号大牢的狱卒等候多时。干净了些。此事许头放心，明儿你再来，保证和其他犯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靠得住吗？千万别在临行的时候喊一嗓子。许头放心，100%靠得住，自愿服药。哪找的人？卢大头光笑不说话，摆明了这事不能说。不说就对了，以后任谁问你，你都要不作声，不知道，不了解。善后工作都做好了吗？会不会有隐患？那人是个病样子，要死不活的，拖累全家，一家人过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啊！我大头见了都不忍心，给了银子，随便编了个缘由，一家人感恩戴德。那人得知自己能换银子，改善家里的生活，也是甘愿的。为防万一，回来的路上就给喂了药，一个字都不会往外吐。将后续的事情办好了，办牢靠了，一定要让他看起来像空空小贼。等行刑的日子过了，到时候我给你轮功，银子我也不问你花了多少。总之，功劳都是你的，银子也是你该得的。谢谢许头。行刑这天，卢大头带了4个狱卒潜伏在刑场观刑，确保事情进展顺利。其他狱卒照常当差，在天牢等候消息。今儿的斩监官是刑部左侍郎孙道宁，孙大人。卢大头一见对方，心头顿时咯噔一声。都给我表现的自然点，别让孙大人看出丝毫猫腻。谁要是心虚紧张，现在就滚，莫要牵连大家的脑袋。大头哥放心，我们没什么可心虚的。不心虚最好，都不是第一次观刑，像往常一样表现的正常点。是。今儿天气很热，衙役们都热得受不了，频频擦拭汗水。行刑官看了眼天色，小声询问孙道宁：“孙大人，你看是不是该行刑？验明正身了吗？”“验了，验了，刚来的时候就已经验了。这是勾票，请孙大人过目。”行刑官本以为孙道宁身为斩监官，走个过场就行了，却没料到孙道宁看完勾票后，要一一验明正身。孙大人这是何意？是在怀疑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吗？林大人何必急躁？我身为斩监官，身负皇命，做样子是应该的吧？我要是全程坐着不动，又该有人骂我们尸位素餐。那么孙大人可否快一些？莫要耽误了时辰。天气这么热，大家难熬啊。
放心，我很快的。卢大头见到孙道宁竟然要亲自验明犯人身份，心里头顿时紧张起来。其他狱卒都跟他一样，大家都见识过孙大人较真的威力。大头哥，怎么办？镇定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只要我们问心无愧，他休想栽赃到我们头上。一个接着一个，很快孙道宁就验到了贾空空小贼。抬起头来，贾空空明显反应迟钝，孙大人说了第二句，才知道抬头。孙道宁盯着眼前的脸看着，不动声色之间，又瞥了眼人群中卢大头几人。就在众人濒临崩溃，眼看着压力大到快要绷不住的时候，孙道宁走向了下一个犯人。大头哥，我们过关了吗？都闭嘴，等人头落的再说。直到开始行刑，贾空空小贼被明正典刑，收尸人拉走了尸体，他才真正放松下来。回去报告给许涛，就说一切顺利，我下午去喝一杯，就不去当差。好消息传到天牢，众人皆心领神会，露出笑容，终于开始如常当差。殊不知，全体狱卒这半日的反常表现，早已经落在某些聪明人的眼中。这个聪明人就是于兆安。当虾人巡视牢房经过他的牢门的时候，他当即喊住对方。出了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于大人今儿怎么了？嫌弃天热，饭菜不合口味。一上午狱卒们都心不在焉，着急得很。外面没出事，能出什么事？于大人不懂我们底层小人物的生活。眼看着到了发薪日，大家都想着能拿多少钱，大家可都指望着这点薪水过日子。真没事发生。于大人，你能不能盼着点我们好？我们要是出了事，最先倒霉的肯定是你们这些犯人。最好别让本官发现真相，否则到时候第一个收拾你。虾人也哼哼两声，一脸不屑的表情，继续巡视牢房。又过几日，金大人的案子判了，流放3000里。也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再回到京城。争取好好活着，舍得花钱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说不定哪天陛下大赦天下，你就能再回到京城。老夫可否托付虾头一件事？你说。上次老仆告诉我，或许是抄家的人不识货，家里有2本孤本没被抄走。虾头可否帮忙找个买主，价钱合适就行。此乃小事，我定帮你寻一个合适的买主。只是你说的孤本，果真是抄家时候漏下的，没有祸患，没处理干净的首尾。虾头只管寻买主，老夫保证不会有事。老夫愿意让出1成的利。自从我来了甲字号大牢，数次承蒙大人关照，替我解决了许多疑问，我心里头一直都记着。如今你的案子判下来，要用钱的地方少不了，帮忙寻个买主，举手之劳。我也不管货物如何来的，若是出了事，事后我不会认，全都推到你头上，不过分吧。货物售出虾头可以取2成的利。行，这就是一门纯粹的交易。我祝大人一路顺风，早日脱离苦海。他应承了金大人的请托，但他留了个心眼。跟金家老仆接头的时候，他易容变装，换了一个身份，只说是虾头派他来的，并且拿出了信物。对方虽有疑问，却碍于情势所迫，只能选择相信他。然后虾人特意请教了杜夫子，杜夫子是文化人，帮忙给他估了个价。这2本孤本，若是遇到喜欢的买主，3-5千两不成问题。只是你既然是帮人，急着要钱，肯定卖不上价钱。大约能卖多少？估摸着能卖到2500两。夫子可有认识的买主？你也知道，我干的差事接触不到合适的买家。合适的买主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夫子邀买。误会了，老夫哪有财力购买如此贵重的孤本？老夫虽然无力购买，但是老夫认识有钱且愿意购买的人。是谁？大老爷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大老爷是武将吧？大老爷虽是武将，却也是正经读过书，能文能武。大老爷爱好书画，喜欢收藏前朝孤本。据老夫所知，大老爷特意建了一间书房来收藏他的藏品。此事还得麻烦夫子，能否帮忙牵个线？今儿晚了，明日老夫替你走一趟。这2本孤本放在老夫这里，你是否放心？放心，我肯定相信夫子不会哄骗我，就放你这里。杜夫子很是满意，对于虾人的信任大感欣慰，他定不会辜负对方。次日递了帖子，杜夫子顺利见到大老爷，推销2本孤本。大老爷见之，爱不释手，问清楚来历后，当场说买。但是
老夫只愿意给2000两银子。这2本孤本，他定是从牢里犯人那搜摸出来的。若非他姓虾，老夫连1000两都不会给他。他也只是帮忙。说是帮忙，你敢说他没得到好处？你去告诉他，以后但凡有类似的好东西，尽管拿来，让他走后门，老夫亲自和他谈。杜夫子无奈，只能将话如实告诉虾仁。虾仁琢磨了一番，易容变身去当铺问过，2本孤本当铺只肯出600两银子。难怪金大人请他帮忙寻买主，估摸金大人自己也清楚，自家人出货的话，估摸连600两都拿不到，说不定还要被勒索一通。按照约定，虾仁拿了400两，抽出200两交给杜夫子，作为杜夫子的中介费。只要你时常来陪老夫喝酒吃肉，老夫就满意了。夫子这次帮了我大忙，若是1文钱都不要，我成什么人？以后我都不敢找你帮忙。再说，夫子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替师母想一想。师母辛苦了那么多年，吃点好吃的不过分吧？杜夫子只觉着银票拿着烫手，又是连连推辞，最后只收了100两。有这100两，家里的生活足以得到极大的改善。大老爷对你有了印象，下次你再有这一类好东西，直接走后门进侯府，大老爷要亲自见你一见。见我作甚？我一个小人物，出了5府，能入得了大老爷的眼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大老爷亲口说的，你比你爹强，你爹以前就不懂这些，做事不懂灵活变通，以至于遇到事情都没人帮忙。我爹在天牢就是个边缘人物，管文书档案，屁油水都没有，发钱都想不到他，空有玉立的头衔，却没有相匹配的收入。你也看不起你爹。我认为我爹入错了刑，他就不该去天牢那种污秽之地，随便一个衙门都比天牢强。也不知当年他怎么选的，竟然跑去天牢当差。天牢好啊，天牢的差是铁饭碗，父传子，子传孙。天牢的狱卒不管换了几茬，基本上都是继承制，祖上要么爹要么爷爷辈干过这行，基本不存在完完全全的新人。你爹的脾气的确不适合天牢，反倒是你小年纪处事圆滑，懂得随机应变，在天牢混得如鱼得水。夫子认识我爹？不曾认识，也不曾见过，只是听说过几件关于你爹的事，从中分析他的性格。你爹其实更适合去一些清水衙门，事少不沾染污秽，独善其身。夫子有见地，我敬夫子一杯，以后我们常合作。我缺乏眼光，你替我长眼，然后大老爷照顾我们生意。这能行？天牢哪有那么多机会给你？其他人见到你挣钱，能不眼红吗？眼红有什么用？谁让他们不是瞎家人，找不到类似大老爷这般豪气的、有见识的买主。天牢那帮人，从上到下全都是没根基的人。我在里面，即便和侯府出了5府，已经算是背景最硬的一个。万玉丽不敢对我来硬的，纵然有范玉成的警告，何尝不是担心我背后的瞎家人？瞎家族人上千，我的差事又是刘管事发的话，万玉丽多少也要顾忌点。你这叫扯虎皮做大旗。万玉丽若是知道虾氏一族内情，也就不必顾忌侯府。他上哪打听虾氏族人内情？哪个虾家人会在外面乱说？当着同族胡说八道无所谓，在外面胡说八道就等着挨揍吧。下人一顿忽悠，杜夫子也跟着激动起来，开始幻想老树发新芽。我听说二少奶奶名下有家首饰铺子，也做回收买卖，到时候我找刘管事，说不定还能多开一条生意路线。二少奶奶那里须得缓一缓，不可急躁。如今大房和二房表面上还算和睦，私下里却争斗不休。我们走的本就是大老爷的路子，贸然又和二房牵扯，恐怕会惹怒大老爷，得罪了二少奶奶，最多吃点苦头；得罪了大老爷，可就要倒霉了。你听老夫的，切莫贪心。多谢杜夫子提醒，此事的确不能着急，我们得先紧着大老爷那边，实在不行，我另外找个门路。总而言之，以后我和夫子一起赚钱，一起喝酒，夫子不嫌弃我浅薄就行。你呀，就是太谦虚。你若是能去一个正经的衙门当差，凭你的本事，迟早有出头的一天，比起天牢不知好多少倍。骗你这人不听劝，就认定了天牢，也不知那天牢有什么好。下人哈哈一笑，世人怎知天牢对他的意？他也无需向任何人解释其中缘由，他赶紧转移了话题，不再讨论天牢，只顾着畅想未来。天牢当差，日复一日，
在这日又关进来一个新犯人，一个穷京官，穷到官袍打补丁狱，借钱过日子。万玉丽却只给3天时间，明摆着恶心他，为难他，想要借机搞走他。下人回到职房，想了想，决定亲自去见姓蒋。蒋大人初来乍到，可有不习惯的地方？哦，你就是他们说的虾头，多谢虾头来看望本官，本官一切安好。他们和蒋大人说了规矩吧？我知道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啊！蒋大人是在同我开玩笑吗？天牢规矩，入牢就要交600两。我没有啊，我是真没有。你有没有？我们不关心，我们只管收钱，有钱才有饭吃。上面已经几个月没发俸禄，没发米钱，你们不交钱，天牢这么多犯人都得喝西北风。蒋大人，你也不想大家因为你饿死吧？可是我真的没钱。那就去借，借不到。饿着谁也不给喝，先饿他几天再说。万玉丽显然是等不及了，解决了蒋丰玉，后面肯定还有其他手段针对他。说到底，他的存在已经到了万玉丽的忍受极限，必须将他赶走，万玉丽才能歇口气。他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找到了卢大头。万玉丽有什么把柄？你真打算动手？有备无患，总不能一直被他挟制，得有反制措施才行。万玉丽在外面养了个外室，她婆娘凶得很，她一直不敢声张，是她的小舅子，是她外室的娘家兄弟，经常问外室拿钱赌博。这个小舅子应该没少打着万玉丽的旗号，在外面胡作非为吧？那小子贪财好色，爱调戏良家妇女，好几次惹出事情来，都是万玉丽出面平的事。那小子不吃教训，每次出事老实一段时间，转眼又犯老毛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万玉丽对虾仁的刁难还在继续，没想到却在今天蹦出了一个大八卦：万玉丽的小舅子搞死人了，万玉丽也被牵扯其中。因为尸体是在万玉丽名下的宅院内发现的，万玉丽的老婆得到官府通知的时候，终于搞明白是万玉丽在外边养的外室小舅子。他老婆顿时怒火冲天，纠集娘家人直接冲到天牢，要拿万玉丽祭天。夫妻两人就在衙门内撕扯，娘家人助威，众狱卒围观看热闹。你干的！大头哥可别胡说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再说了，我也没那本事。你最好同这事没关系，六扇门的人都是属狗的，狗鼻子灵得很，你当心些。多谢大头哥提醒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不怕查。场面实在是太难看，范玉成出面控制住场面，又将万玉丽两口子叫进公事房谈话，之后就安排万玉丽休假，先将外室小舅子的案子处理干净，别影响到天牢差事。万玉丽请了3天假，假期还没结束，新的瓜又来了，说是案子出现了新的线索。这次不单单是房子牵扯到万玉丽，而是有证据证明万玉丽参与了谋杀。衙门的捕快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直接将万玉丽下了县衙的大牢，而非天牢。虾仁细细思索，此时范玉成派人叫他去公事房说话。这几天牢里没问题吧？劳大人费心，大牢内一切按部就班，暂无问题。只是万玉丽人不在，众狱卒人心惶惶，时间长了，小的也担心出现纰漏。万玉丽不在，也要好生当差，你替我盯着点，谁要是私下里搞串联，蛊惑人心，及时报来。遵命。那万玉丽那边？万玉丽那里你不用管，你替本官盯着甲字号大牢，本官亏待不了你。虾仁可不敢当真，既然从范玉成嘴里掏不出真东西，他决定从李师爷身上下手。告辞的时候，偷偷对李师爷比划了一下，对方极有默契的点头应承。随即到了晚上，两人准时赴约。你不说，老夫也知道你的心意。你想是问老夫，万玉丽还能不能回来继续当差，是不是？请李师爷教我，这些日子我真是苦不堪言。万玉丽处处为难，将最穷最惨，甚至已经被抄家打得残废的犯人丢到我的辖区，还逼着我套上交银子。为了银子，我是焦头烂额，差一点就要抹脖子上吊。万玉丽不在的这几天，我是难得喘口气。一想到她回来后，我又要继续过暗无天日的日子，心里头着实惶恐不安。你啊你，之前老夫一直等你熬不住来求我，没想到万玉丽先出了事，也是你的运气。全赖师爷和范大人提携。
万玉丽，这桩案子就算最后查明他是无辜的，老夫敢打包票，届时天牢也没他的位置。大家都说万玉丽背后有靠山，他要真无辜就回不来，他能答应？他答不答应无关紧要，你要明白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即便他有办法回来，甲字号大佬也轮不到他来管。这么说，上面要任命新的狱吏？无需重新任命，天牢上下那么多闲散的狱吏，随便挑选一个就能任事。这是不是感到遗憾？你年轻，资历浅，再熬几年，说不定就有机会了。师爷说的对，我年轻识浅，做好现在的差事就行，不敢妄想太多。得到想要的消息后，虾仁把李师爷捧舒服了，银子一给，将人送入房中。第二天一早，结果如李师爷所料，万玉丽垮台了，上面空降玉丽，此人背景强大，是范玉成的族侄。虾仁啊，这位就是新来的范玉丽，以后你们甲字号大牢就归他管。他刚来，你多用点心，协助范玉丽将甲字号大牢的差事做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小的见过范玉丽。你就是虾仁，同平江侯府一个虾，读过书。回万玉丽的话，小的读过2年书，没读出个名堂。读书的确太难了。听这意思，范玉丽读了多年书，连个功名都没有，难怪社胆拉下面子来做玉丽。虽然玉丽名声不好，但是架不住钱多啊。以后你们同在甲字号大牢当差，有的是时间交流熟悉。小虾，你跟范玉丽介绍一下甲字号大牢现在的情况，捡重点的说。他以最快的速度，简明扼要的将甲字号大牢的情况介绍了一遍。不知范大人晚上是否有时间？我在市醉香楼预定了一桌酒席，恳请范大人赏脸。醉香楼是什么地方？那里的姑娘京城出名的又美又风骚，最喜范大人这样的青年才俊。有空，有空。晚上，虾仁与范御史在醉香楼把酒言欢，他可不想让范御史成为第2个万御史，于是下足了血本，点了最好的头牌招待范御史。可就在范御史来后没几天，天牢再次传来晴天霹雳，上面缺钱，已经缺到打起天牢的主意。范玉丽骂得最狠，他刚来钱还没捞够，就出了这个规矩。太黑了，上面的人太黑了，他们吃肉却不许我们喝汤。族叔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啊！还能怎么办？凉拌，损失最大的是本官，懂不懂？户部没钱，拖欠京城官员大半年的俸禄，天牢这边差不多也有大半年没领到1文钱，没有1粒米，全靠天牢私设的公账内的那点钱勉强支撑。如今公账被上面直接砍了1成，狱卒被砍了2成，以后更难了。听说陛下那里开销越来越多，盘剥的越发厉害。嘘，慎言，不要命了吗？这是在京城，不是老家祖宅，管好你的嘴巴，任何时候都不许胡说，就是在梦里也要管好嘴。荆州那边的反贼闹得越来越凶，兵部天天吵着要钱，偏偏陛下死活不肯从少府拿钱出来用，还让疆土移在盘剥地方，闹得民怨沸腾，好多官员跑到太子殿下那里。别说了，那些事情非是我等能参与的。这次的事，下面狱卒定是牢骚满腹，你们给我好生盯着，若是有人生事，绝不姑息。上面的人黑心烂肠子，突然改规矩，大家收入骤降，众狱卒废反迎天。上面到底什么意思？总该给个说法吧。这活还怎么干？你们当班头的拿走大部分，剩下的大家分润，能分几个钱？狱卒们闹腾得厉害，虾仁却没有开口，时不时瞥一眼另外2位班头。有2位老资历班头在，怎么着也轮不到他来说话，他绝不抢这个风头。都听我说一句，你们堵在直房门口闹不出任何名堂，真想要个确切的说法，就去外面公事房找小范大人，找范玉成他们。老王，你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大家别听老王胡说，这是上头的决定，绝非范玉成能改变，我们能怎么办？只能服从。咱们天牢还算好的，隔壁那几个衙门已经大半年没发半文钱俸禄，就连每个月的米粮都领不到，咱们至少还有钱拿，还有吃有喝，别不知足啊！万一闹起来丢了差事，到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吃。五头，你这些年攒够了钱，你当然不用担心，我等都还等着拿钱回家买米下锅，可不敢跟你五头比。
大家想想，上面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我等狱卒去左右去改变？别太高看自己，也别小看了那群当官的，他们心黑啊！当心拿咱们的人头杀鸡儆猴，没人想做被杀的鸡，就多安分些。守规矩可以，必须有钱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也学着当官的心黑手了。拿牢里的犯人生事，甲字号大牢关押的都是犯官，这些犯官家里家财万贯，那就多榨取钱财出来，我们狱卒抱成一团，谁敢吐露，谁就是叛徒。大家都别听，那是害你们掉脑袋的办法。你们真以为你们偷偷打钱，上面的人能不知道？真是天真！每天的饮食、巡防的动静，上面全都一清二楚。你们有没有偷摸打钱？无需问你们，只需调查每日用度，全都清清楚楚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就问虾头，他管着账本。你们问他，他需要亲眼看见，才能确定谁亏空了钱财吗？私下打钱肯定不行。刑部派来的几位账房师爷，我接触了一下，全都是经验老道之辈。别说偷摸打钱，就算是一文钱的亏空，他们也能一眼查出来。想在这群经年老账房眼皮子底下做假账、搞贪墨那一套，基本等于找死。虾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活该只能拿一成分论。暂且只能如此，但我相信，任何政策决定只能前期严格执行，熬过了前期，到了后期，你们都懂。众狱卒一听，貌似是这个理啊。刚开始嘛，都很严格，吹毛求疵，就指望着逮住一两只出头鸟，杀鸡儆猴，只要熬过了最艰难的政策前期就行。还是虾头有办法，我说破了嘴皮子也劝不动这帮狱卒，你一开口就让他们改变了主意。哎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跟你们年轻人比，我们这群老家伙只配喝稀饭。王班头莫要取笑我，都是为了天牢，为了甲字号大牢，你们也不希望场面闹僵，不好收场吧？狱卒们的事情解决了，范玉丽长吁短叹，他将下人叫到公事房说话。头痛啊！上面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下人两声，算是附和范玉丽，只是需要一个倾诉者，而不是给他提意见。钱一下子少了一大半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小虾，下面的狱卒没闹吧？乙字号大牢那边已经闹起来了，狱丞大人很生气。大人放心，甲字号大牢目前一切正常，大家的情绪都很稳定。能明白上面这么做定是有不得已的难处。现在朝廷艰难，我等狱卒也有一颗公心，替上官们分忧责无旁贷。小虾，你有一颗公心，有替上官分忧的想法，这是好事。不过在本官面前，你用不着如此，我们就随便聊聊，无需拘束。大人说的是，我这人有时候容易紧张。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容易紧张，好几次同生试，就是因为过于紧张，连题目都没看破就急着下笔，生怕时间不够作答。唉，大人厚积薄发，迟早能直上青云。不行了，一日入了吏，终身都是吏，历朝历代吏做官，唯有新朝刚建的时候有机会，后面做官的条件越来越严苛，这辈子我是没机会了。大人不必失望，纵然身为吏，也大有可为。下面关押着许多官员，大人若有看顺眼的，不妨多接触接触。你的意思是，记下学工背景出身的官员，通常都有极大概率官复原职，他们身边也需要几个心腹自己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所有当官的都需要几个心腹下属办事，只是我又如何确定哪位犯官值得投资？再一个，人家未必看得上我啊。大人只需耐心等待即可，小的会替大人留意牢房里面的犯人，遇到合适的，第一时间通知大人，届时大人再投其所好。范玉丽被虾人点拨一番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恨不得早10年遇见，直到虾人是他身边最忠心的铁杆。随后虾人离开去巡视牢房，闲不住的于兆安故作深沉地找他说话。有人要倒霉了，准确的说是快要死了。你要死了吗？纵然这牢里的犯人都死光了，也轮不到我，其他人可就难说了。说来听听，说的有理，我就服你。你们狱卒为了钱的事情闹腾的厉害，你猜什么人会丧心病狂动天牢的钱？贪财的人。错了，是想做大事的人。贪财的人通常不会主动改变周围的环境，因为熟悉的环境才能方便他们揽财。只有试图做大事、搞大动作的人才会大刀阔斧地做出改变。你的意思是，上面即将会有大动作？必定会有大动作，你不妨出去打听打听，其他衙门底层衙役蓄力的待遇是不是也降了？如果是，会是什么情况？如果是，那就不是一个衙门单独事件，而是一场朝廷各衙门大串联。哼，看样子有人憋不住了，想要逼宫。逼宫？你可别胡说！你看我像是胡说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动作，
你要当心哦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要当心什么？很快，这牢里就将人满为患，关进来许多朝廷3品以上的官员。你说你该不该当心些？甚至有可能会有皇亲国戚被关进来，那些人你怎么伺候都不会令对方满意，而对方捏死你不会比捏死一只蚂蚁难。你就这么确定会有人逼宫？我太了解那群人的尿性，因为曾经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多长时间上面没有拨款，没有下发米粮，快1年了吧。陛下沉迷于修道长生，花钱如流水，不管民间疾苦，不管天灾人祸。荆州反贼越闹越厉害，也动摇不了陛下一心追求长生的决心。他家都很着急啊，迟早要逼宫。太子殿下是极好的拉拢目标，可惜太子殿下着急了些。我倒是真心希望太子殿下这回聪明点，不要被这群野心阴谋家拉拢，做个旁观者，看戏足矣。没想到你竟然支持太子！我听人说你以前经常弹劾太子殿下，说他不修私德，诸如此类的生活琐事。你懂什么？我那叫谋略陛下老了，太子年壮，这可是极其危险的。想要保太子，就要弹劾太子，绝不能让太子成为完美的人。这世上没有圣人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这么私密的事情？你告诉我，不会是想害我吧？蠢，我是在教你做事，将来你混官场，这些都用得上。我不混官场。堂堂男儿毫无志气可言，真是令人叹息。人各有志。得知于兆安是支持太子殿下的，虾仁便来到了杜夫子家里。杜夫子认识于兆安？老夫哪有机会认识这等人物？不过有一回在大老爷的书房，老夫曾见到过于兆安这个名字。夫子是不是在想，于兆安有没有可能和侯府勾兑，暗中策划着什么？早些年大老爷是非常明确、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殿下，但自从摔断腿之后，大老爷就没有去过东宫，逢年过节都没有去请安。就是你提起于兆安，老夫就忍不住想，大老爷是不是已经对东宫失望了？为什么失望？朝堂上大部分官员还是支持太子殿下的，太子毕竟是正统。老夫曾顺耳听过1、2句唠叨，说是太子殿下越来越像陛下。你的意思是太子殿下如同陛下一般刻薄寡恩？你不要命了？既然你认定于兆安很危险，就离此人远一点，莫要逞能同这些当官的斗。别看人家现在是阶下囚，依旧能遥控指挥其他人为其办事，他们这些人掌握的能量不是我等普通人能够揣测的，多加小心总归没错。可惜夫子如此大才，却没有当官。我虽然不在朝堂，也感受不到京城上层的动静，但是根据天牢那些犯官最近一反常态的安静，想来于兆安的分析很有可能变成真的。要知道那些犯官仗着身份，平日里有事没事都要闹腾一番，最近却出奇的配合，此事如此反常，必有大事即将发生。真会发生逼宫这等大事，会不会牵连到侯府？放心吧，大老爷已经多年不上朝堂多年，不过问朝政，就算大老爷一时间想不开，被人忽悠着参与逼宫，肯定不会亲自出面当出头鸟，最多就是安排下面的人摇旗呐喊，表个态度。最好如此。也不知道陛下怎么回事，早些年英明神武天下公认的明君人老了，行事反而越发糊涂，竟然迷恋修道长生。世间哪有长生可言？活生生的长生者就在跟前，可惜杜夫子不知道啊。今儿有什么事？启禀陛下，今儿收到了301本奏书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弹劾江大人。这个没完没了，江图人呢？回禀陛下，江大人就在殿门外等候召见，叫他滚进来。诺。片刻之后，江图猫着腰疾步走进大殿，还没到大殿中央，他就跪了下来。微臣死罪，请陛下责罚。混账玩意！你自己看看，这2箩筐的奏书全是弹劾你的，这还只是今天的奏书，明儿更多。你是将天捅出了窟窿吗？满朝堂都恨不得你去死。陛下，罪臣千错万错，但是对陛下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朝臣就是嫉妒罪臣一介无名小卒能得到陛下的重用，有机会替陛下分忧。他们分明是想坏了陛下的修道大业，阻止陛下求长生。罪臣绝不容忍有任何人破坏陛下的修道伟业，罪臣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。朕知道你忠心，可你干的事情死100遍都不够。你手底下都是些什么玩意？激起江南抗税，荆州那边也被祸害，以至于反贼越搅越多。你到底干什么吃的？既然下面的人没本事，办事不力，统统都该死。
罪臣该死！陛下说什么办就怎么办。之前是不是抓了一批不明是非的官员？启禀陛下，的确抓了一批官员，他们联合署名弹劾江大人。都砍了吧！陛下，这合适吗？此事一旦传出，届时群情汹涌。你指就是，若有官员反抗，报朕知晓即可。陛下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朕意已决。下人站在牢门前，面沉如水。就在刚刚，他对蒋丰玉、蒋大人通知了即将斩立决的判决。蒋大人，你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若是有话给家里人交代，我为你准备文房四宝，帮你寄出信件。梅亭语录，皆是恩典。可是我这心里头为什么不服气？我要上本，我要弹劾江图。既然要死之前，我要亲自写一本弹劾奏书。烦请虾头帮我转交通政司，就算是下地狱，我也睁眼看着江图的下场。我倒是要看看他能嚣张到几时。蒋大人果真要弹劾江图，我恨不得他去死。写了弹劾奏书，了却了心愿，蒋丰玉终于停止了哭泣，沉默寡言地度过最后时光，逐渐滑向人生的终点。任由朝堂官员如何闹腾，斩立决的日子如期到来。孙道宁又一次担任监斩官，他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下人，手一指：“你的犯人。”大人是说蒋大人吗？蒋大人一直关押在天牢，小的负责看守。蒋大人临死前可有说什么？蒋大人临终前执意要弹劾江大人，小的不知该如何处置，大人可否教一教小的？蒋大人的奏书，本官会代为转交。这里有5两银子，你安排人将几位大人收敛，有家属的送回家属，没有家属的你好生安葬。若是银钱不够，你尽管到刑部大衙寻本官要银子。够了，够了，大人心肠真好。孙道宁挥挥手打发了虾人，虾人招呼狱卒，请来背尸人，购买棺材，收敛尸体。待众官员被斩后，于兆安所说的果然没错，朝中官员暗中串联，以削减俸禄、苛政害民为由，联合太子势力逼宫，矛头直指沉迷修道、宠信奸佞的陛下。太极宫内，陛下看着满朝文武与禁军合围，终于慌了神，江图被当场拿下，抄家问斩，以平众怒。陛下被迫下罪己诏，停了修道诸事，将朝政交还太子。经此一乱，天牢里的犯官陆续被赦，不少人官复原职。虾人依旧守在天牢不贪功，不冒进，默默看着朝堂风云变幻。杜夫子在家中安稳度日，偶尔与他闲谈，只叹世事无常。唯有虾人心底清楚，这世间所谓长生不过虚妄，人心与权谋才是永远翻不完的风浪。而他只想做这乱世棋局里最安稳的一颗弦子，平安度日罢了。